台南会营上帝庙拜上帝公，伫咧武成稳公园饲千外只龟。去年佫成立台湾龟生态园区，改善龟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最近有民众批评这园区的环境歹，害龟死去。若公所和庙方是出面赔回花冤枉。会营国小的学生囡仔一个下课的做伙观察地面，因为有龟伫遮生卵。会营国小就伫台湾龟园区边仔，所伫会当伫学校内底发现龟的行踪，甚至龟会伫校园生卵，也这嘛是学校生态教育的一部分。不过为了安全，庙方也是甲龟卵刷去安全的所在。让小朋友真的实地观察到乌龟的生活状态。那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之外，他可以透过自己的观察。台湾龟园区地无宽，不过是为了龟要生卵，专工来设置，不是长期甲龟饲伫遮。目前拄好水利咧征收，才甲龟刷去到园区内，未来会阁再放出来。不过最近煞互民众逼讲环境歹，造成龟来死亡，区公所甲庙方嘛出来花冤枉。产卵期它就一定要在陆地上来产卵嘛，产完卵它才会回去水里面嘛。所以这段期间呢，我们就是要营造多一点的陆地呢。我们都会请教一些乌龟的养殖者啦，或是一些专家来给我们上一些课啦。乌龟的生态园区还是有它正面的一个效益。公所跟庙跟地方的人士，我们会更用心的来营造。给乌龟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。经检视现场环境及饲养管理，并未发现涉及违反动保法情事。也庙边仔的武成文公园水池的护花嘛，对石头做的改造草埔，就是要营造对龟友善的环境。目前长日时间，也庙方强调讲，台湾龟专区拢有专人咧照顾，不过今嘛确实无属医师这专业人士。若有无妥当的所在，庙方会阁再检讨，希望大家会当支持因对龟照顾的用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